2026年5月20日，復活期第7週，星期3，主題：指引一生的一句話。有時候，一句說話就能夠改變一個人嘅生命。一句說話進入心裏邊，就唔再離開。保祿知道呢一點，喺大馬士革路上，當佢仍然喺度威脅人，仍然喺度追捕耶穌嘅門徒嘅時候，佢聽見咗一句說話：掃祿，掃祿，你為什麼迫害我？唔係你為什麼迫害他們，而係我。呢一個字打開咗佢嘅心。嗰一啲佢想消滅嘅人喺基督眼中並唔係陌生人，佢哋係基督嘅身體。從嗰一日開始，保祿接納咗佢哋成為咗兄弟姊妹。一句說話將佢嘅暴力變成咗共融。後來喺格林多，保祿害怕咗。嗰一座城市好複雜，使命亦都好沉重，反對亦都好真實。也許佢太疲倦，也許佢想離開。嗰個時候，主又對佢講：不要害怕，只管講，不要緘默，因為在這城裏，我有許多百姓。於是保祿留低咗一句說話，將佢嘅恐懼變成咗堅持。佢喺嗰度住咗1年0.6個月，教導天主嘅聖道。而家當保祿向厄弗所嘅長老告別嘅時候，又出現咗另一句說話。呢一個就係耶穌嘅說話。福音書裏邊佢冇記載，但係就被教會珍藏咗落嚟。施予比領受更為有福。保祿唔單止只係記得呢一句說話，佢活出咗呢一句說話。佢講：我沒有貪圖任何人的金銀或衣服。佢嘅雙手工作過，佢嘅雙手承擔過重擔，佢嘅雙手養活咗自己，亦都幫助咗同伴。佢冇利用團體，佢服務團體。佢冇將自己嘅生命建立喺索取上面，佢將自己嘅生命建立喺給予上面。呢一個就係福音嘅記號，唔係為自己追求權力，唔係將宗教變成利益，唔係將領導當作佔有，而係工作嘅雙手，給予嘅雙手，扶起軟弱者嘅雙手。也許今日呢一段讀經就喺呢一度觸碰咗我哋。嗰一句說話正喺度指引我哋嘅生命。當我哋憤怒嘅時候，我心裏帶住嗰一句說話；當我害怕嘅時候，嗰一句說話會扶持我；當我開始索取太多，給予太少嘅時候，嗰一句說話會糾正我。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係靠某一句說話生活，也許係保護自己，能夠拎就拎，唔好相信任何人，一定要成功，保持舒服，唔好被牽涉入去。但係基督俾我哋另一種說話：你為什麼迫害我？唔係害怕，喺嗰座城裏邊，我有好多百姓。施予比領受更為有福。一個人嘅生命可以圍繞住呢一啲說話重新建立。憤怒可以變成慈悲，恐懼可以變成使命，工作可以變成服務，告別可以變成祝福。保祿離開咗厄弗所，但係佢留低嘅唔係勸告，佢留低嘅係一個生命，一個被耶穌嘅說話塑造過嘅生命。也許今日我哋亦都可以求一句說話，一句嚟自基督嘅說話。
強到足以指引我哋，穿過憤怒，穿過恐懼，穿過工作，穿過愛，穿過告別。主耶穌，請俾我一句說話，使我嘅生命成為一份禮物。